哎，凯琳，我们今天来干嘛？我们今天来新庄看伙伴的皮肤哦。对。他擦了1个半月，可能是皮肤还抓不到要领，保湿又不够，所以他脸上有肉芽。我们今天来教他，请他继续亮多一点。2个月之后，我们再来看他，看皮肤有没有白透亮。耶，太棒了！对呀，你看，我们就是要来服务伙伴，他们才会越来越进步。那伊那里讲啊抹嘛，唔知啊抹对啊抹唔对，结果角质还是有点厚，对不对？所以保湿也不够啊。角质厚要怎么办？角质厚我们就用7A5号加强，让它晚上就是这样擦。擦了之后1个礼拜、2个礼拜之后，我们再来看它的皮肤有没有变细致啊。对啊，就是要来看一下哈，所以他们才会越擦越有信心哦哈。